有一寡国家疫情较回宣布解封，台湾敢要对咧做咧？但是中讲解封，也则是甲一寡管制措施来放松，当然疫情有复发的可能性。但是生活正常化，这嘛是爱努力的方向。台大公卫学院副院长陈秀熙，伊认为讲，若要解封、开放国外经贸的往来，那呢为国外入境台湾的人，全部拢爱做体检，那敢若做居家检疫，风险伤大。指挥中心庆祝零确诊，伫只牛奶糕，台湾的疫情有较回，这敢代表边境会使解除封锁啊？解封或是把一些管制的措施放松，当然是有复发的可能性嘛，如果讲可能性的话，那但是生活的正常化，这也是要努力的一个方向。指挥官陈时中连续2天对解除封锁议题发表看法，就是讲一开始解封唔通大开边境，不过嘛袂使因为有风险，就无要互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今天可以做快筛加这个2阶段的确诊的核酸系列，那我认为今天只要观察3天，他就可以放心，不需要做居家检疫14天。台大公卫学院副院长陈秀熙认为讲，若是要解封、开放国外经贸往来，那呢外国入来的人拢总爱体检，因为若是干那居家的检疫风险伤大，迄若无细致，就可能造成社区的感染。先不要从一下子把这个边境完全都开了，那干扰的因素相对也多。先从我们在台湾内部的这样的一个开放。指挥中心嘛提醒讲，放宽管制措施的紧甲慢，甲民众敢有遵守挂嘴安、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有真大关系。若是想要较紧恢复正常生活，就要全民做伙拍拼。